生命中的3個 A， 由 A3 醫學抗衰老中心贊助播出。我的事務所主持陳心怡。除咗陳心怡之外，當然繼續有皮膚科醫生黃國豪醫生啦。咁我記得咧，黃醫生上個禮拜咧，我哋就有一個咧女性嘅分享嘅個案啦。咁就講到一個女士咧，就係一個職業女性嚟嘅。咁去到48歲嘅時候咧，就有一啲更年期嘅現象出現咗啦，對生活有好大嘅影響。咁同埋咧，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負面情緒啊，又或者哎呀點樣可以令到自己生活好啲咧咁樣樣。今次咧，我哋就轉移咗，咁啊講下男士，亦都有一啲嘅男士嘅個案分享同我哋講下。不過個案幾唔同，我哋第一個要先講嘅係咪啊？係，個男士嘅個案咧就係一個比較年長嘅長者啦，因為點解咁講咧？都75歲㗎啦。係。咁75歲其實咧佢個生活好簡單，因為當然退咗休啦，咁就中意平日就湊下孫啦，咁呢個都係好正常嘅活動啦。係。咁但係點解佢會想去改善咧？其實邊方面影響到佢咧？原來佢就話瞓覺個質素好差，係，同埋咧就瞓得唔熟睡啊，即係好淺嘅睡眠啦。咁由於個瞓覺嘅問題咧，就進一步咧影響到個記憶力咧，好似越嚟越差啦。係，即係成日咧啱啱想諗起要做啲嘢，轉個頭又唔記得頭先想要做乜，或者咧好多時同人講咗話好啊，我一陣打電話俾你啊，或者有啲嘢要跟進咧，咁跟住轉個頭又唔記得咗。係，咁好多啲記憶力開始真係影響到佢日常嘅工作，即係嗰個生活啊，唔係工作啊。冇錯。咁仲有咧就係話佢發覺到咧個身體嗰個免疫能力咧好似差咗，啲咩意思咧？佢好似哇個月都好似感冒咁樣嘅，就有啲呢個感冒未完啦，咁好翻少少又下個感冒，一個接住一個咁樣。平日咧嗰個體能咧亦都好差，因為行快少少咧都氣促嘅。係嚇，當然本身佢係有高血壓啦，咁但係呢個就其實已經好多年啦。咁但係佢就發覺到咧係近呢幾年咧過70歲之後咧個情況咧係越嚟越差嘅。你知最近香港好凍啦，係咪？咁雖然係真係好凍，咁但係咧。佢就發覺到咧，其實喺未凍之前啊，喺舊年呢個聖誕節之前都未凍咧，佢已經覺得係好凍。哇！即係比平時更加對呢一個凍係敏感咯喎。冇錯。咁你發覺到其實老人家覺得凍咧都好普遍嘅。冇錯。咁所以點解個老人家咧好中意咧係將個孫嚟包粽？點解叫包粽咧？就係因為佢覺得好凍，所以就驚個孫都會凍。驚個孫凍，咁咧就將個孫嚟包粽，希望咧唔好凍親佢。係。呢個其實係出咗一個愛心嚟嘅。係。咁但係咧，因為佢唔知道原來自己凍嘅原因咧，係因為其實係荷爾蒙下降影響，而個孫仔咧其實喺個發育期嗰陣咧，其實係荷爾蒙爆棚嘅，咁所以咧佢就好滾好熱嘅，咁所以好多時見到啲小朋友啊咁樣咧，俾阿公公爺爺包完粽之後咧，佢兩個面就紅卜卜，好似咧一個發慶咁樣樣，咁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佢所出現嘅問題。所以即係譬如好似呢一啲你話瞓覺瞓得好差，又會氣喘啊，容易病呢啲問題，都係出於因為荷爾蒙真係因為隨住身體嘅衰退而去減低嘅時候就影響到啦。冇錯，因為其實原來我哋個免疫系統咧，同埋嗰個荷爾蒙系統咧係有個互相掛鈎嘅。如果你個荷爾蒙系統係開始下降嗰陣咧，相對你個免疫系統咧亦都開始下降。係。咁同埋嗰個荷爾蒙系統開始下降咧。進一步咧會影響到無論嗰個身體嗰個即係嗰個機能啊，即係話嗰個體能啊，同埋嗰個腦嘅能力啊，操作嘅能力咧，亦都相對係減弱嘅。咁因為咧，其實咪後嘅時候同黃醫生傾咧，咁呢位伯伯咧都好無奈，就因為佢都同你講咗句，唉，我都係想多啲力氣去生活啫，都已經唔知可以點算束手無策嗰一隻啦，係咪？係啊，希望係可以即係去有力氣去同個孫玩啊，同埋帶佢周圍去啊，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要求嚟。咁但係喺呢個情況咧，其實佢唔係有啲咩大病，而係咧只不過咧係話嗰個生活嘅質素咧係開始咧係下降。咁譬如喺呢啲情況咧，你好啦，佢其實控制到個血壓啦，控咩血壓啊、膽固醇啊嗰啲嘢咧，其實已經食緊藥係冇問題嘅，好穩定嘅。咁但係喺呢方面嘅機能功能上嘅改善咧，其實唯一嘅方法咧就係去從補充佢嘅荷爾蒙着手。補充荷爾蒙。
冇錯，將佢一啲係非常之低，有啲係低到不正常嘅荷爾蒙咧，係將佢調節去補充翻佢咧，上翻一個正常合理嘅水平咧。咁好多時咧，就隨着個荷爾蒙嘅變化嘅改變嘅補充咧，好多呢啲無論瞓覺嘅問題啊、記憶嘅問題啊，或者係個體力氣促啊、怕凍啊呢啲問題咧，都會隨着改善嘅。咁呢位伯伯就正正係因為咁樣而得到一啲嘅改善啦。冇錯，咁因為佢嗰個年紀嘅問題咧，好多時呢啲個案咧就係當佢補充翻佢需要嘅荷爾蒙之後咧，其實喺一個好短時間裏邊，3-2個月裏邊咧，已經係有個好大嘅變化嘅。哇，係咪因為真係佢個荷爾蒙水平咧比較低嘅時候咧，即係一有補充咁啊反應又或者係好嘅反應咧，就已經會更加大嚟得。即係等於好似有啲女士咧，從來都唔做美容嘅。咁突然間一去做少少美容咧，哇！成個反晒光，其實同一原理啫嘛。咁但係可能咧，有啲聽眾又會想問下黃醫生咧，就係其實咁樣去補充自己身體裏邊嘅荷爾蒙，係咪一個天然嘅做法，又或者對身體會唔會有唔好嘅反應嘅咧？嗱，咁咧就係根據好多嘅醫學嘅研究嘅報告咧，譬如我舉個例啦，呢個甲狀腺，甲狀腺如果係處於一個過低嘅水平嘅話咧，其實咧係會令除咗個人怕凍啊，或者係朝頭早個人會好攰啊，等等嘅症狀之外咧，其實咧係會增加咗嗰個人患癌嘅風險。亦都會增加咗嗰個膽固醇上升嘅壓力。咁所以喺呢啲係唔正常、超低水平嘅人咧，你去補充翻佢入一個正常水平咧，呢個係一個好正確嘅做法，因為你去做呢個動作咧，係其實係減低咗佢患癌嘅風險㗎。咁但係同時間地，即係喺呢啲所有嘅程序裏邊咧，其實都應該會有你嘅註冊醫生去幫你睇住個情況。絕對要㗎，因為你係要監察個血液個度數，係確定你個補充嘅劑量係適中，嚇唔會過量，因為呢啲每個人所需要都唔同㗎。過量又會點樣咧，黃醫生？其實任何荷爾蒙咧補充都唔可以過量嘅，因為過量之後咧，你就會出現咗一啲過量嘅問題啦，即係譬如甲狀腺過高咧，會手震啊、心跳啊、瞓唔到啊，甚至